四季雨雪风霜的藏北高原，有着无穷的诱惑和魅力，而生息在这片高原上的珍稀野生动物，更是藏北高原独有的诱惑。野牦牛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野牦牛是我国青藏高原一带的特产动物，是典型的高寒动物，性极耐寒，也是世界屋脊著名的景观物种。野牦牛目前只分布在海拔4500米之上的区域，不足40万平方公里，其中在西藏自治区大约30万平方公里。数字显示，世界上现存的野牦牛总数不超过15000头，在西藏羌塘地区大约有8000到8500头。藏羚羊是这片保护区的精灵，也是人类在这块净土上升起的一片希望。藏羚羊繁衍生息保护的艰难故事，也是在讲述生命在藏北高原起起伏伏的动人故事。根据有关资料显示，全世界目前藏羚羊种群数量只有15万多只，最集中分布的地区有新疆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、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、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寒荒漠地区，其中羌塘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的数量已超出10万只左右，占整个藏羚羊数量的70%。随着藏羚羊保护力度的加大，羌塘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的数量也逐年在上升。这一切说明，藏羚羊生存的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，而藏北高原真正成为了藏羚羊的故乡。从青藏铁路沿线到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所有辖区，我们都能看到藏野驴。藏野驴是一种较为独特的野生景观，它们性情较为温和，集群觅食，属国家1级保护动物，喜欢群居生活。藏野驴不仅爱用蹄子挖草根吃，而且酷爱结队奔跑，最高时速达70公里。由于对藏野驴保护得力，藏野驴种群数量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，从不足2万多匹猛增至6万多匹。藏野驴在草原上结队奔跑的壮观场面，像是在给人类演绎出优美的舞蹈，也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又一动人旋律。